一烧的话，发个几年都是几看。是。会考虑换台电车吗？如果两个，但是还没有那个车还没到手。我想要这还买一个。然后因为我看到说已经有一些专门基于它这台车设计出来的。因为我想可能5年以后小朋友上大学了，那就不用接下来时间就出门了。那天不可能应该就是看到。我是那样，不经过一看是吧？否则我需要一台车里面承重它。如果它不是一个model，你也不敢买。所以在国内弄一台进来。Yeah, it's invaluable. Monday night.
커피가 있어. I don't know if this is going to work between us because if I went hungry. Adesso bisa dah. Oh, 日本屋なの。
ICBC 这儿3楼，这儿去问一下开了个个人业务咖啡。从这边看这里跟我想呢，这中好算了。这边过两天我去驾照驾校，把那个翻译件那些交了，然后考那个感知测试，然后后面就把驾照搞定。这个肚子有点饿了，早上吃了很多哎。我看8点多起床，然后吃了饭，然后再喝了牛奶，然后看一下，然后好像又睡觉，睡到中午12点钟。迷迷糊糊的，忘了。工商也办不了，我要去中国银行是吧？这一直在施工。这是32。
哦，这咖啡店好多。哎，这边上了。这是回收瓶子的，瓶子上面有个10C 的，都支持回收。家里面，我们家那个孩子喜欢搞这些，每次喝完了瓶子全部收集在一起。那个牛奶瓶子，牛奶的瓶子那个数字不支持的，往2升、3升那种。看下是不是对不呢？看一下咖啡呢。是吧？和另外一种。感觉它的咖啡没有麦当劳那种好喝。其他的
बिल्कुल सही बात है। AB BOC， 哎。上到10点。Yes, it's for all those things.又飞到那边了。I want to go down this way because
有一口子。这个新修的房子，新修了2年，住了2年了。这个房价买了之后不好卖，它几年都涨价。¿En serio? It's hard and hard to hold two hearts away. Time passes by, lost in the
我现在可是不可无国的状态。そうだよね。みたいな。哪个？今天温度是多少度？昨天下雨，17度。明天24，这才18度吗？星期三30度。去买点调料。今天18度，但今天太阳很大。明天24，今天18、30、29、22、23、33，差不多。看一下红源，哇，零下12度，零下15，零下17，零下8，每天都零下几度。红源县，看成都呢，成都今天是9度，3到9度。3到9度，明天5到13度，后天5到15。上海呢还差不多，这几天都比较冷了。今天2到12度，4到10度。这几天天天下雨啊。曼谷每天33、27到33， 26到34， 25到35。二泰今天零下6到3度，明天零下6到7度。汉字坊那边我看一下，米12到23，明天13到15，后天11到16，也还可以。墨尔本这边天气变化太大了，这个前2天还35度，
然后32.3，突然降到20多度。今天太阳那么大，还是比较凉快哦。金华商场，这里面是绞头的、理发的，什么餐馆都在里面。I also hate it. 这没开门嘞，10点，哎，关掉了。这是非常的大型狗血，这什么？